在地消息来关心，台南有一个小小姐17赛车经过国道1号上包在中华附近，向予一块铁片去撼到头前的闸风玻璃，到在伊无受伤，不过伊讲伊可能会去受惊。另外，伫国道3号嘛有一个塑胶水槽落伫路中央，虽讲无造成意外，无造成车祸，不过已经违规啊，所以警方即马要追查讲到底是谁落的。 车好好开伫高速公路，雄雄唔知啥物物件飞过来，直接撞到挡风玻璃。虽然人无受伤，也毋过开车的人是惊到要死。因为它太近了，它飞得很快，而且我们时速也在110，所以飞得很快，然后就砸到我车。 代志发生伫17，小小姐开车经过国道1号北上222.5公里的所在，无想到敢对向车道，毋知啥物物件飞来，撞到挡风玻璃拢碎去。落车一个看是一个大铁片，警方要来调看这个影像，查出到底是倒一台车落来。本件事故已有申请调阅 CCTV 影像及 eTag 的门架影像，有关详细肇事经过及原因，由本大队持续的调查厘清中。 另外，23站是9点外，国道3号北上202.6公里的所在，中华路段中山车道有一个大型的物件落来，未少经过车赶紧闪过，差点弄到。了后开车人冒险停伫路径，趁车较少的时阵，赶紧将这物件刷到路径。警方接报了后，也赶到现场，加载是无发生意外。我们是不建议说同那个汽车驾驶人看到掉落的时候进行去把它排除，我们就建议说把车辆停到安全处所，通报相关单位处理。 国道物件落来事件常常发生，今日6月就有小货车载2个水塔经过5股交流道时，其中一个水塔落伫车道，撞到外边车道的小货车。高公局统计，今年1月到5月，国道已经发生10611件货车装载物件落来案件。离国道7队统计，敢若是辖区综合系统到乌日路段，1月到8月因为落来物件造成事故7件，同步排除警告113件。 警方讲，除了会使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，处3000到1,800块罚款。今年起落来物件占用一个车道前30分钟会收代票3000块的处理费，也提醒开车的人一定要确认下物8号条才去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